大家好，歡迎收聽今日地產新聞標題概要，我係你哋報道員即。李少光沙田碧圖3房戶850萬二手，新盤熱賣連續加推，周日起再吸客。YOHO West Parkside 推172伙，海盈山增45伙。YOHO West 蝕實299萬入場，九龍城南首特色戶下周標售，下周推出6至8伙。海盈山下周一批售105伙。港府反駁標普，樓市穩健，銀行體系風險可控。住宅按揭拖久比率僅0.12%，私樓1月1886伙落成，按月跳66%，細單位最多1250伙。市局山東街項目獲28意向書，市場估值6.4億至9.3億。大埔上研每尺開價1.1萬出擊，首推1+1付款購2伙可醒140萬。大埔上研低價搶攻，折實238萬入場，低市價1成。同歐11年最平新盤，尺價低見9193元。朗天豐第3輪銷售即日沽約55伙，晴天海景戶715萬成交。新世界九龍塘豪宅主打大戶，新盤戰激烈，低開契給購買力，一手庫存高企，新盤新售樓上月跌8成。西沙 Sierra 私料短期批售樓，特區政府港住屋需求殷切，樓市料穩定發展。新元朗中心2房短炒7個月賺60萬，財案後交投加快，元朗按月倍增至20宗。低層528萬元估升值13%。信和油塘通風樓項目批預售，到間隔多元啟德海灣主打2房，新盤分家推搶焦點，限量應市給各路客。財案再減印花稅，上車良基宴，政客需持續出招，恢復市場信心。工商鋪錄264宗買賣表，月跌30%，工商鋪持續蝕讓，價格誘惑力。林子峰標售新蒲崗工廈地盤，市值約3億。今日地產新聞概要暫時告一段落。如果想索取新聞詳細內文，歡迎私我，馬上無私分享。下次見。